伫9月18地震发生后，未少乡亲烦恼讲，花莲台东这几天会阁有地震，所以讲暂时取消行程，改去其他所在，像小琉球这几天都真侪游客，因为人一个坐乱象嘛变较侪，游客伫岛上大部分是拢骑乌多摆，有未少人无挂无戴这安全帽啊。敢若今年1月份到9月份，警方针对无戴安全帽这部分，总共就开552张的罚单。 看到双载乌多摆无戴安全帽啊，远景甲人车拢砸落来，准备搬走。这个时阵对向车道。阁有违规的人车出现，手中的红旗阁举起来，短短时间共一个路段掠着几啊件。 离岛小琉球是国内出名的观光旅游景点，去的游客大部分拢是骑机车。不过对今年1到9月无戴安全帽啊，总共有552件。进一步统计发生的交通事故比去年增加约1倍。整体交通执法件数计650件，除加强交通执法外，并透过多元管道持续宣导交通安全观念。 最近有不少游客因为地震拢唔敢去屏东地区，所以改去小琉球。伫游客增加的状况之下，乱象嘛对咧增加。为着维护大家安全，警方只好加强处理。所以要是要提醒骑车，要是要遵守规定，莫因为伤热，或者是因为自时的方便就违规。若是收到罚单，除了要付罚钱以外，嘛影响到出门佚佗的心情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